登入澳門好聲音2投票小程序，為其餘5位參賽者爭取晉級席位。每個帳號每人可以投5票，5票可以全部投選俾1位參賽者，或者分別投俾多位參賽者。累計5日票數最高嘅參賽者，亦可獲得晉級資格。那些你很冒險的夢，我陪你去瘋。這隻飛機碰到雨天，終究會墜落。太殘忍的話我直說，因為愛很重，你卻不想懂，只往反方向走。